各位聽眾，歡迎來收聽本來好嘅節目。同埋，我start 我 show 嘅時候，就個一聲，差亂冇啊路。來這把下面，這邊篱笆，看咩這篱笆？我冇咪看到啊，新嘅 camera 冇咪看到，來，唔來，這篱笆。阿仔有講阿冇話㗎。福建話嚇，嚇，咁好是唔會啦。啊，啲我行話咩？講阿伯，你學講福建話，還是講阿媽？你可能被媽媽唔咯？嗱，好要聽喎。你個媽媽嘛？哦，普吉加拉羅海嚇，就是人哋款啦。你跳啫，你叫我多頂去立掉我物件，骨落嚟，我崩咗啊！ OK， 好嚟。當今咧，我這個禮拜咧，我特別嘉賓咧，都對嚟要甲我講一個新嘅話題。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怎啊？這個禮拜特別嘉賓是老焦，就袂使講歡迎。Hello，大家好。變老焦啊，袂使講。了個有變咗老焦呢本這個四百九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เอาไปเป็นเหล่าเจ้าก็ไปไล่แกกุยดาวสิเจ็ดเสียวอะไรเจ็ดเสียว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这禮拜แล้วไม่講咩我就ไป講ไม่講工人你會使博上冇上工人但是講你是做頭家你請人來教你做工啊使叫工人啊無就是請mate 啊，大個你誒工人會使，還是temporary 工人會使講是 staff 啊？啊 ，staff 會使。OK， 來講起種我俾講細漢 ，OK 細漢嘅時，我想起細漢條，咱工人是咱講工人成個有陣時成個歹聽，特別咱。往時甲人做工係，往時叫咱鬥卡手嚇，搖頭卡人，我叫嚇搖頭卡人，是是嚟教你國鏡，有人你工人嚟教你鬥國鏡嘛出來人係。所以嚟嚇叫咩？唔是叫格格咩？格格好，嚟講下你格格。這是有新嘅 generation 叫格格誒489一年嘛，有格格咯。你唔是到啲咧菲律賓誒，唔是叫做 Maria， 香港人。你都得嘅講。是我叫 Maria 係定到香港嘅戲人。香港戲叫 Maria 咯。然後係你嚟咧講下先，然後你細漢嘅時你叫格格教你啊？是格格哦，本是媽阿媽我嘅阿媽甲格格哦。阿媽教你格格，阿媽格格教你啦。是啊。แล้ว你講下你嘅格格係安怎？你會記你是你幾歲時有格格安怎教你？我真係細漢呀，1歲到5歲啊4、5歲啊。真係，較濟是我。看因為古早嘅時，我嘛是有安怎講啊？拍 video 嘅嘛，伊個 video tape 啊。哦，hit video。hit video，then I think 是我較大漢嘅時看寄出來看，then 有看到哦，伊個格格，我嘅格格。你格格，你安怎你講下你甲你格格親咯？是 OK 啦，無安尼錢咯。แล้ว你對伊教你幾年？台灣我唔知，應該是伊20幾歲，我就2歲3歲安尼看咯。你教你偌久啦？2年3年。哦。所以無啥啊。所以教你攞3年。你平常時除了讀了教你嘅人，你個係咪出來有工人怎麼樣？當今是一禮拜一擺是來出clean up 哦。扣掃。
close 啊，安尼款的啊，日本是算港人哦。你是算啊？算點鐘嘅啊？這是啊，三點鐘咯。3點鐘啊！你一禮拜來一道，假如扣除3點鐘啊？啊，伊個是佇邊的，因為我係邊嘅厝啊，當今 KLC 那個 KLC 算房間所家己免請人嚟㗎，你想看你睡房間嘅啦，你特別就禮拜佢啊，即係工人嚟㗎，你叫啊無啦，你睡房間嘅接來啊，OK，你叫房間啦嚇。actually 我愛揾啊。我那是頂到我特啲甲人報時啊，頂到我家己洗衫，個洗衫板啊，喲，我那是有工人唔知就好啊。有的人毋是洗厝本是有請工人來洗，毋是咩？有啦，洗厝啦，洗房間都無啦。房間都無啊。我樣有的是樣洗房間啊，樣 housemate，樣 share 咯 ，share 請一個來。對啊 ，good idea 嗬，頂到我個無呢做。哦，叫 common area 啦，房間家己叫啊。啊。But 你會使 request，我嗰陣讀冊是大一波嘛，我大咁巴，然後我是 agent 嚟咗，伊 under 個 agent 嚟，然後伊就成可能伊家家來叫佢哋 common area。迄種攏合適，你睇啦合適啊，樣食咧一杯鴨啦，咪個了掂落18湯，佢咧家家來叫咧攏就咧，你會使 request 伊本咧，你 request 個講，你會使就嚟講洗袋咯，你就會講洗袋咯。你特別計好類啊，是照相。啊，免咧，伊是 under，伊個幫是有一個 management 啊，伊是有一個 hostel 嘅 management，伊個攏 manage 嘅，了。家家嘅隻 fees 伊是 include 落去咯。哦，good business 啊你，然後你使住一個時候有啲人啊，用半段洗袋率嘅嘛，那亦叫家家住去講洗袋率咯。我本半段洗袋率咯，老實講。嚇，冇嘛，是講但是人家己一人用一間房間，你袋率嘛是錄用嘅啊，你過個清氣兩波，轉個準兩波，可能是我嘢咯。我衰是點解我讀 KTV 時我衰是啦，是大家伊在經是公司個打波。哦，計啊，你可能。你啊死啊！你就住死啦咋？就這樣死，哇咯！哦，就咁。別人都冇死，係啦，樣上恐怖啊！我只去教時啊，我打到伊頭殼上有 jelly 呢。咦？你笑嗰啲啊你？就是哦，我打到伊成個菜園，伊成個女有 gel 呢。應該做下你拍手情啊啲啦，真係啊！I think 伊是成車底，伊上古無寫啊，伊變咗眼成個車底呢，可能是伊個唔是車底，伊成個有啲 bacteria culture 呢就對啦。哦。cái green nè so 我講聽我去買啊，我買咧 Vim 啊，我係咪有強嘅效力啊 ？Vim 我係買 Vim 我掃我轉，然後我清嘢啦 ，of course 轉，我頭一擺時就是輪掉啦，辣身夾住其實立掉，然後轉佢更加3嘢咧 Vim 佢更成割嘢咧，然後邊邊落豆。back to back แล้ว你 housemate ยังก็แล้วเบมีไหมเบยังขอรถเซ่ยังเบไพเซ่ไหมเบยังถูกก็有垃圾咩有垃圾咩都唔知笑哦ยัง都冇垃圾我垃圾呢什麼是我咁樣自己做我都買是 as long as 你話成講教我鬥下超咪做那塊咪生啦特別冇啦，因為我一個 roommate 嗰家好聊，伊幫助啊，你有針板嘛？你咪是 please 幫助幫到啲針板啦，伊冇哦，幫到啲托卡位啊。幫到托卡是你個理。你幫到托卡咧，係你咪是搶較清氣淡薄，伊冇幫到托卡係搶一盤啊走啊，你只氣死嗰個立到一隻。臭油婆啊！我頭先我咪咬你。
sorry。我講先，是咪講先？哦，OK，阿 John，你嘅 housemate 講幫助啊，是上夜時及啲頭卡幫冇，一成個一直去被幫助，一張 A 是冇上嘛，張 A 你咪講上個，你使徛條幫嘛，對，你打張那幫表記，你追張 A 追而已經是強嘅就去，一波一直去成個被幫顧住那款。你咪是去你咪是 normally 人是唔是幫到啲你針你 toilet 誒保嚟啦？是啊。一保喎，一幫到啲拖卡嘅喎。哦，有搶一破哈。OK， 嚟講到啲橄欖，做橄欖隻職啊，本嚟個講。John，你US 啊，咪都落錢就嚟8塊咩啦？1 hour how much 啊？哎呦！多仔哦 ，market， 你是講車咩？成日講照頭卡啦。cleaner 啦 ，cleaner 嚟啦。OK，so 我係是做，我係是120塊嚟緊2點鐘嘅，2點半鐘。2人啦，一2人嚟做。USD 啊？達本嘛？黃正變靚嘢啦，成個是唔知定一擺我問嘅，成是。1點鐘啊，40幾塊，10個啊，你10個啊，4個集啊，然後by hour 咯，你嚟3 hour，你嘛自己 times 3咯。我八條人成個是一刀嚟把你個40塊呢喎，40塊呢喂？一刀3點鐘。嘅啦，係啊，係是，share 到領域，咁而3點鐘40塊啊，對唔對？唔知唔樣啦，我成個時聽講成個時咧，喂 information 唔得準咯。所以我不別記我是1點鐘15塊，是3點鐘15塊。係啊，未必是3點鐘啦。3點鐘15塊。就少了喎。條門啊，兩個鋼琴。應該是啊，咁快啲嗱，我冇可能1點鐘15塊。不要去做港式烤咖。你講有誒，我呢條聽呢，30塊40塊，我呢條聽呢，然後你佢哋 magazine 係頭開部，嗰啲條出來，依個你你上 around 你 magazine 呢，然後你計張榜呢，是見張榜計類嘅。Oh yeah，我唔知喎，你是講你之前嘅係 Mary Maid 你看你啊？你成日請上 Mary Maid 嘅？冇係 Mary Maid 哦，我冇係 Mary Maid 嘅喎。哦 ，Mary Maid 講過啲趣味嘅 ，Mary Maid 講過一時歡喜 Maid 咧。แล้ว我是接落來一個人，你即讀卡人啊，你處是只 expose to 只這類 personal private 嘅物件嘛對，所以你成個你就是相信的人啊，你成個咪去換嘢咋？伊甲我說，甲我去厝講我厝幾年啊？10幾年哦，11年啊。所以變做只食也好，變做成個往成個只食嘢我 totally 無煩惱，我無煩惱伊了伊個只食我阿仔啊，入來個解鐵土解詞啊咩？那有陣時要帶伊孫來，有陣時伊隻孫，伊孫細細漢咧就比較乖來，正下一直到我厝下，了伊講個阿媽佢細細咯，你唔無關就老啦本啊，但我捌伊，我頭頭來時請伊時。伊個即間就我甲 Felix 甲我說頭嘅，伊是甲我朋友做restaurant 嘅位做工，特別伊 restaurant 嘅做工是伊阿媽做啦，特別早起是有去甲人就厝啊面咯，所以伊就有甲我朋友住，แล้ว我朋友介紹我嘅，然後當然請佢頭一道請佢仲做緊安尼久啊，แล้ว特別 one thing 好嘅就是你請到好嘅，你就好多都盲幫哦。我在遮坐工人，佢就是請到歹請到好嘅嚇，頭殼痛，迄個是第一屆啊。當我頭殼痛，告訴講。對，講到告訴我告訴我，sorry 就係我
我一个案吼，伊我去嘛啦，伊就是讲啊，伊是逐礼拜来的一个工人来就，伊是迄种by hour 咯，1 hour，伊是一礼拜来4點鐘、5點鐘安尼款啊。了我去嘛，伊逐到來時咧，我去嘛咧，伊本有看了伊做工啦。I mean 講，你先來，伊先來時，伊毋知講成講，伊毋知伊摸拍得咯，伊會迄個四殼開拍得咯，然後呢，伊不是得伊袂曉嘛。咁譬如講，我去嘛做啥，看了伊咯，了monitor 了伊咯，然後 monitor 個伊識咗嗬，你成講伊去到落啦，我去嘛本有 monitor 伊咯，了做啥咁麻煩就不咯，你工人做工了，你要對伊實去一間房間，你要對個伊去一間房間看了伊做安尼。我試過你冇咩相信你，我唔知講嘢。嚇，你要直接抹了伊咯，了。了，伊啥物事，伊就先咗，人先有墨咯，但你知啦，人啊，你墨久了，了你就大一嘅嘛，了你就上墨嘅四個刀了，你就看到講，誒，伊已經是真係 familiar，你嘅 house 嘅 structure 啊，伊裏面嘅 head 咯，伊隔了會曉了嘛，伊嘅 workflow，伊知你做咩，了我去嘛就冇去看伊，冇去看伊嗬，了伊個 one day 啦。伊就去上個，你知啦，樣嘅劍氣啊，樣老人嘅劍氣，樣是個係多咧 drawer 嘅位嘛，樣係咧 drawer 嘅位，了，伊就在伊邊去寫隻車咧，伊邊去換一個新嘅，伊邊穿伊手指還是穿伊一個 bracelet 咧，可能，了，伊就穿啊，伊就去吹，伊就發現講，這裡是會補起嘅，伊就明明講一直塞啦，一係多啲嘛。就是明明會補起，了一直感覺真奇怪，伊迄個劍氣才越來越少安尼款咯。了伊就抹了迄個伊個樣達到來啊，伊是達到上一個人嘅。伊想講你這厝，伊說伊這厝一生吼，你一看人，你就是達到一看人咧，因為伊個面了你知嘛。伊 unless 講伊把你kampung，而是伊無用來看病啦，伊找個 replacement 來咯。然後有一日就是等下伊個人，伊做工人來了，我會去嘛，一頭去甲伊無甲伊做工人講聲，伊無甲迄個咩講聲，伊可以咩入去做工咯。然後伊叫伊 agent 講，你等者，แล้ว伊就收起 agent 嘅車，แล้ว伊個 agent 講，我不รู้ว่ากินขี้พังกี่ทีแล้วรู้ใจว่าใจว่าที่將我 suspect 是你咩咯，因為了伊就在伊叫伊 agent 在一起咯，在一起咩嚟咯，แล้ว伊就去吹咗，吹啊，伊就吹咩吹啊？I think 是咩嚟 hostel 呢？啊，有見咩 hostel 吹波，伊個見佢一碰見只隻嘅，但你冇 evidence 嘛，你看唔到伊頭貼嘛，你譬如講。伊就去迄個伊工人嘅 hostel 很吹波咧，伊就想講，伊就講死啊啦，所以伊吹波話咪就額頭咯，就無逼人了，如果吹波喎，了到個尾伊吹個真久，吹未了咧就，了後尾樣就開始包嘅物件，兩個吹咯，那就吹有咯，吹有了，伊劍就夾咗，一包咯，一袋落到伊劍氣嘅了咯，真濟啦，阿面應該是真濟啦，應該是有。攞三 set 嘅物件咧，可能一個樣老人樣比較胖啲啊，你成日見到你無情，你你無情，你都唔知講，你無去 aware 講，你有是無對，แล้ว個尾伊樣就發現咗，伊就對嚟事，แล้ว伊成伊 agent ยัง冇 report 阿咪本啦，but 我去嘛是講 request 咯換人咯。就算買一看人啦，你換一個新嘅人好啊，咪安尼講。一邊樣冇 report 啦。第驚就係看咯，第驚。但是你會當為啥？但是人叫人來做啊，人舊嘅物件啊，像講新嘅啊，要注意哦。有可能伊是新鮮，伊唔敢嘛，因為伊無 familiar 嘛，但伊舊了啊，就知舊了人，伊就知了，伊成熟了嘛，然後你就別較注意哦，但是就是驚咧，看咩啦？是，人聽白帶嘛。第驚就是，你看，卡手
人叫咩啊？伊手在黏啊，是咩？即係人講是伊成搞刷物件東西啊，邊嘅5塊，邊嘅10塊呢，肯20塊呢，對 cash 啊，都唔知嘛。人冇去水本啊。對，對佢啲是話嚟，你我都冇 cash，但是你叫我5塊去咧，我就知誒。我都特別坑嘅。我一刀20塊，一刀20塊，一般萬家股啊嘛是廿錢。啦，sikit lama-lama jadi bukit啊。一個 case 咯，就是一個 case 咯。是講，但是講你厝只細就免咯，所以有咧，但是人厝多靠家厝嘅啊，那只大，人就是但是人老人老了，你就是別叫咩嚟的咯。叫咩嚟人大陸做嘛，百官百計啊，樣切同事啊，切藤啊，對啦，即講就是變做啊，別使講咧，別使講，你會講人，你講你 sister 講人告訴。我知上只是工人啊，古早這是到裡到邊啊？吉隆坡，吉隆坡，吉隆坡。伊頭一個工人咧是請唔捌做過工人嘅，請新手嘅。所以請迄個工人吼，因為出對來咯，真正好，真正好，真正乖，真順嘅人，差唔多有27歲、28歲嘅人啦，一發大漢咁樣啦。六個人啊？冇ada di Surabaya tadi itu loh kita di. Oh, okay. Awal Indonesia Jawa Indonesia. Okay. Imbas ke kang lang lai kampung mà. Lấy thầu gì lại chủ á ho. Ít cái sản kinh ho. Cái thâu khó ban giờ của khám mũi rồi. Ôi kìa. Anh cườiว่า几乎都chủ mà. Số cái kiểu kang lang thì bị phai. Cái chỗแล้วI think 是3年啊，唔知是3年幾年啊，3年個5年啊，做了伊就轉咗咯，所以無對來啦去做。第二咧叫咧，哇，搞笑誒！我只是迄個咧一生第二個查某囝了，一生是咧點聲咧吼，伊車對來，迄叫咧做甲無夠1禮拜咧，伊講 ，Madam， tak boleh pegang babi啊，伊就講，你簽入邊 contract 講你係當 babi 嘅嘛？了，所以伊講I leave，出走。我只講，唔係使，你未使行出去嘅。紅呀，嚟走。啊，走，伊 pack 啊 bag，講咪得，我未使摸 baby 嘅啫喎，你真唔知。我只講，你 contract 裏面講你會使，你 willing to 當 baby 嘛？even 咗你是 Muslim 嘛？我冇叫你食嘛，伊個未使當。所以我只要講啊，拔到了食大，愛生了，伊是丟了，是單就生。所以講咯，只要我哋講嘅幾乎都嚟啊，我只要講咯，要只要這工人咪做工哦，所以哦，傳啲咩agent 嚟哦，傳 agent 我只講啊換工人，你係一個 contract 嘅，你當然我會使當 baby 嘅，當然你學我一個未使當 baby 嘅，乜你使？所以有可能agent 計簽嘅特別一步 approve 一步嚇。maybe 你知無？你agent 講，我未就隨你 within 1 month 入邊嗬，隨後你係新工人咯，我只講你就 figure out that's not my problem，咁我只係生啊嘛，但係你就伊講出來一次哦，變個咧嗬，點只 pen 啊，你就 pen 哦，唔知，係哦 pen and pencil 哦 pen 哦，哦嚇。你印哦 ，pen 印哦，再變個了。伊講伊個 agent 人拍伊啊。喲。我幾乎講，那害死伊你看哦。你安怎伊變？安怎你講伊變點？一邊，像咱normal一上個伊 agent 夾 pen 不一邊啊。喲。像是愛讓 agent 嘅人，所以我只有講冇辦法，揣對啊嗬。有冇隻吧？冇，過個一禮拜過隻亂，我只講刷，我叫佢哋 agent 陪我8千塊對對。我 deposit， 如果是請隻人嘅咧嗬，8千塊古早啦，幾唔整啦。要 agent 講，我俾陪我攞啊，我俾隨我攞啊，到我只有隻起紅咯，冇白來咯，冇白來。伊講人愛走路嘛，
所以宝贝我唔知做緊咩啦，不啊來啊，你我係只有叫伊媽的伊攞來導廊啊，一生了，然後個來請做工人啊，係咯。哦， And then 我係兒子咧，伊工人咧，佢個小，伊個伊頭一個咧是 OK 未歹，白個老啦，做唔個慢啦，差唔多。我知佢是30幾歲時，伊唔是30幾歲人啦，係我知4、5歲係咪啦？所以伊當然佢個頭一個袂歹，第二個咧小個咧，伊我知嘅大部囝判病嘛，判病啊嘛是我幾乎嘛是車咯，然後工人是後尾抱得 baby 咯，對啊，伊個工人是小個咋，伊個說大媽不記，伊買去哦，我出飛來我要開門哦，我就見得出去哦。喲，這什麼驚？一出街個買去哦，然後一聽到出飛來 on the way 去clinic 啊，一出街出去哦，我幾乎個人個冇，你快起來，大貓，大貓咧，一抱啲囡仔行出咗，我幾乎冇辦法停咗車。對個人抽一堆來，呢個工人咧，不是第一小嘅，特別不是第一做會做唔見嘅。哦，伊會做唔見，伊會做工哦，伊做10幾年哦，伊做10幾年做真久，特別咧，伊有頭風嘅，伊囡仔個個大漢啦，特別咧伊。sometimes 來硬啊，因為伊無錢拍哦，伊老個佢睇清咗咧，你未曉，無未曉誒，伊同佢無做啊，同佢40幾歲人嗰個，伊無你要未曉誒。無有當時人古咁幫烏嚕嚕都無用，那物件係見就曉呢。伊會曉誒，伊頭風做，伊當佢無錢哦，伊講大媽生，我小個規尻川嗰個硬，然後咧，sometimes咧，我知道到人買菜啊，人像個樣巴沙包龍也就做吉蘭布，巴沙包龍買出來啊，然後伊又扣一菜啊，包一個 pack serving，係啲程度嘛，對唔對？咁即叫工人咧，伊會做工，特別咧做唔成咧，前就忙到2、3點。有當時咧，我幾乎落來2、3點，愛啉水嘛，落來kitchen嚟哦，伊 kitchen 嘅門開個大無卡門，係啊，kitchen 門開個大，一個人特別困掉，然後手咧是衝落去一啲AC 嚟打波嘅。唔知我咩，我笑如果太細呢，叫我知，你可以看你工人。小啊，佢就小啦，唔使做咩事，佢唔使伊AC 呢冇可能看到。伊是小嘅頭風，你甚至伊駁水我會知啦，特別伊講囡仔。特別我當時是講坎坷，如果唔是，佢就俾做工，了，嗰只樣袂允許出來做工啦。嚟講，伊實是。尤其是較半夜嘅伊已經是特別只較 desperate 淡薄一個做嗰時 desperate 是你會聽到成個頭風嗰時。特別有誒像我其實是 in between 即頭即頭風嘅走伊啊，是不是對啊？我只買錢伊啊，伊愛對來嘛，所以in between 係點想 within like 3 months 上面，我只有請一個半夜嘅免貴 agent 嘅 directly from Cambodia agent 嘅，請來我知講是囡仔嚟哦，是囡仔嚟，真正細漢嚟，對唔？我嘅 nephew 把路7歲嚟就，伊會教我 nephew 剃頭嘅咋，伊未做出工嘅咋，我係幾歲？而且特別有 certain legal age 嘛。I think 我 sister 樣 illegal 啦，我 sister 10歲呢。你幾歲？10歲啊？10歲，伊未來見過誒。Oh my god！ 未來見過誒，我 sister 每 because 人大家咩人來是，人大家買嚟成個 period 物件，你 sanitary pad 啦，嚇物件啦，雜寶物件。每講你愛 sanitary pad 買，愛 pad 買啊，就只係看，伊
咪我知講哦，还没来哦，嚇，後面嘅我知講前意思呢，對喎，後面行來，即係我知講你一啲流血啊，後面按照一啲流血一步佢 concept 你都唔知哋don't know，所以實際我知，因為知嘅查某囝咧大過伊啦，suspect 是大過伊啦，because 所以知查某囝是差唔多大伊嘅小弟2歲3歲咁啲啊，大過伊啲查某囝啦。伊講哦，即叫格格吼，到哦媽媽冇多處事哦，一大邊困覺誒，然後對媽媽邊處其實收唔嘅，然後然後伊未講較愛教誒，伊查某囝個play with them 啊，即係伊個暑假伊咧查某囝佚佗啦，因為查某囝I suspect 是在白灰，所以我只講。伊做些真嘅破啦，細盤我直直破啦，物件，下面嘅奇個做破，比較太細下了。哦，別曉啦，你係咪是 child trafficking 咯？child labor 咯，but 有 report 是講伊是18歲了 ，because Malaysia 會使above 18歲到16歲咁咧，會使過來嘅。哦。所以。我冇俾我請到啲只小咧，因為小嘅打電話我知嘛，就係講嘛，呀咩你請我對嚟，我話即係個人啊，決定到大啲只咖喱我未得閒了。伊是 still 到啲馬來西亞的吉隆坡個是伊到啲伊是去巴黎 family 啊。如果我之前差唔多有10幾年啊，對唔對？我只講，哎呀買啊，我只講就較隨個辦事，如果是驚快越來越大漢本了嚟。咩講啦咪安尼照顧啊，找到偏人步咯。咱只小誒，伊會認為經伊會出來電話個了嘛。咱到大啲卡來這個來叫我來叫我，到大啲食咖喱啊，我知哦，因為伊會學呢，迄個人啊拍電話我知名，我知個，你咪卡我共人，你咪鬧我共人走啊。唔是你共人卡我，唔是我共人，我是 ex owner 了。所以無俾。請佢過來咯，因為伊講伊未得閒嘛，伊講伊迄個出租人對伊無好嘛，所以我只請對對就少咯，請對對甲上班已經10幾歲咯，應該是16啊，伊大差不多16啊，安尼過來無請。而且你少誒，我只請着伊如果請電腦嚟工人啦，伊少個人迄叫咧，佢做這是工貴誒，伊老時點聲時咧，伊30幾歲時無嫁互人個嘛，所以我姊嘛是叫人來做 plumber 來做水站白咯，伊小個咧見大波哦，其他邊啊吼，一直咩做咩？一見大波，你做咩聲真係？一直笑頭，哦，頭笑，嘻嘻咧。plumber 做嘛。淡啊，你全部快大隻嘛，伊來嘻，但我係幾乎都目睭頭閃到一工人咯，伊小步啊，愛敲人嘅，愛敲大步啊，是啊，所以無俾，呢個時陣時我係知咧是out of town，伊10幾歲啦，伊攞嚟 out of town，所以伊驚無人在報時，所以我幾乎就叫伊。朋友來導覽在伊驚是報時啦，對啊，哇！伊朋友講，伊個我姊按講，你咪叫我來在你驚是報時啦，你說買啦，唔會踩到你啊，我在講人夠衰，喲，什麼嘢？朋友驚。我捌看過，你看咩啊？特別我聽的OK，我唔是我親身經驗啦嚇，特別我聽過，點解我只有聽，我人細漢嘅時，可能人講細漢嘅時，共人嘅動機咪即係共人無相啊。然後我只係聽過你告訴，但我你講伊印尼共人，伊是驚啥物啫？伊人有當時是啊，樣是加嚟印尼嘅做土水嘅。共人啊，特波啊，
แล้ว伊人上嚟擺拍殼啊，拍頭嗬，你有當時啊，伊人落去白鴿個外口人，咱嚟只開門可能接來對厝，或者是偷摕物件啊，是嘅，唔知去正上擺上面可能，就係你嘅。對。我一樣啊，唔是講咩啦，係講但是樣過來這邊啊，樣麼relationship 不盡量亂嘅。對。樣成有。我捌美國一種嘅一個 case 是，伊迄邊有紅咧就，那伊這邊伊本有啥一個樣 something like called a boyfriend 啊，你 boyfriend 來買物件互人食啊，你看咯，成講送樣式嘅 handphone 啊，你看咯，然後伊 boyfriend 有可能是這邊 local 嘅人，然後本有可能是迄種印尼嘅人啦。本是 Indonesia 人嘅可能，伊日本我做一隻個一 case， 伊 local 人嚟做，然後伊被搬回食啊，然後送伊電話咪咯，然後個買大把刀油，大把刀哦，local 是真嘅 Chinese，檳城人嚟，然後然後伊大把刀油咯，然後大把刀。係是為伊嘅店啦，了大把刀咧安怎啊？伊把刀都被看到了啊，了變啊，了都無變咯，了你無可能落去嘛，無可能叫伊落嘅嘛，了伊就咪是伊嘅即個印尼波。Chinese， 迄叫你意思講伊大部人，伊你 boyfriend 是 local Chinese 啊？對 ，local Chinese。哦。有誒款 case 啊，了伊大把刀了。驚都被生，你都被生出來啊嘛。了伊就咪是係你咩？家家伊度成好啦，成講伊唔知邊樣好啊，就成了個杯往你喂樣頭嘅一陣講 ，let's talk send it back to Indonesia sell。哦，了生即伊驚可能伊有紅哦，嗰邊。冇咯，應該是冇啦，我唔知啦。我唔知有啊無啦，應該是個冇咩相關。因為樣迄邊吼，樣我知啦，樣迄邊是我們啲正少年都夠因，因為差唔多個都出來啦，10幾歲啦，樣講樣已經有紅嘅喎，家姐啦。有陣時人家啊，樣經濟啊無類啊，樣是咁樣吹紅嘅時，要想價錢要攤大，攤出來咪是咪減一個。就真正愛啊無類嘅，樣本是正，樣唔知樣你過來都正亂本啊，樣嘅 relationship 啊，你看咯。我嘛朋友佢家伊驚差唔多嚟4或10歲嘅人啦，伊一個 twin 搭波。10幾歲咧就 X 啊 ，because 伊家伊個工人鬥，伊工人有 X， 伊都唔知。喲，伊 the only two twins 就 X。Oh my god！ 喲，我驚人我嗬，這本我想到冇，我出來冇見那時候冇去想到講過人，那可能機會嗬。工人鬥。是但是別看啦。你要看工人啦，有啲工人成日有學氣嘅啊，你拄着就好嘅工，有啲好嘅真係好嘅咧，好嘅啊，有啲成個出來人嘅問題啊，part of my family 嘅咧，咁了一隻照顧你出來人咁樣咯，真好嘅，了你拄着無好嘅啊，伊就你甲一陣行啦，就走去咯，成樣伊工人頭走去，所以成但是我伊啊。有另外樣開店嘅嘛，你有請工人，但是樣是好量嘅 passport 咯。哦，所以未走。因為但是是冇變啊，因為你唔是講係咪？因為人冇好料嚇，人一向一走去啦，人是係咪都冇嘅咧？你了解啊嘛？人 responsible 啫噃。owner employer responsible 啫噃。伊其實講是工人嚇。走去國口嗬是 illegal 嘅嗬，你冇嘅 passport 一走攞，你 responsible as until you report police。哦。就咯，了但是樣講激成本嘅時陣時啊，我覺樣啊，
yang saya nasi yang cuki kucala yang saya yang tuang kau kau kia mia yang nasi mata blok itu mata yang si calon yang lah ibu ijai kong lu si legal itu di be calon lu mata ni แล้วมันจะมีแจกลุยอ่ะก็จะ是จัลุย啦就我知唔捌掉佢你咪格你格格就係藍 block 啊 without 你睇撚數掉意思你咪得有特別嘢冇冇，應該就唔是樣是開店嘅，我是想開節啊嘛，你開節了嗬，你就是真係你開店了，你一個你格格樣去做，就是 up to 樣嘅嘛，你嗬樣出去，但是樣去講打，樣去俾冇俾啥咩可能，樣看到俾對嚟是樣，但是一條 block 嘅，樣但是馬達看到嘅 block 樣哦，block 樣啊，你麻煩啊嘛。一叫你去迄個yang 冇 ID 你冇 ID yang叫你去馬達了咯，然後你是迄個 owner 啦，你是yang employer，你個要對去哦，你要證明樣嘛，麻煩啦，但是一叫到就是樣，but normally 就是個就是 restaurant 嘅啦，還是講你是嗰種housekeeping 嘅款嘅做出來咧，個招咯，因為主人多身邊嘛，樣唔敢亂來。即係人是請咧外國嘅人來是你樣辦儀嘛對，是唔是？然後無人，那些到這邊嘅人，無咩人愛去個你就做出來講嘅嘛對。較濟啊，你出來就貴嘅，你請落個就貴嘅。伊這是零啊，無是係你老以前老隻老嘅，嗰啲出嚟。安怎個樣嘅價錢安怎算咧？讓在阿家，個邊家，然後印尼工人啊，就講特別講嗰條40幾塊3點鐘，你冇得愛做對唔對？若是講好你3點鐘去個人扣除攤40塊、45塊、50塊，你愛扣？唔係啊，嗰隻我可能樣個隻是去扣。我這是我新加坡嘅 auntie 樣是樣老了嘛，樣個60歲樣冇工做啊，樣個人去叫一種 homestay 嘅應個咯。對。homestay 因為 homestay 冇人嘛，你接去做。伊是 homestay， 伊是 by per room 嘅，像我你一間啦，伊叫了 ，OK 一間叫了個80塊呢，可能了你用3點鐘叫了80塊，用5點鐘叫了80塊，樣不要去叫這個價嘛。但是講落個啦，你出嚟出嚟啊，人家物件烹嘅係咪一個偌路個係咪啊？貴啲homestay 無是有節啥？係咪嘅？homestay 無是有節啥？安尼哦，免節啥4啥5啥咧。就咯。我人是我人請我這邊教人叫厝人是叫厝呢無叫啥，無節啥無咩，無是啥。有叫你嘅物件係塗卡咯。有啦，伊叫起來，特別要去做一most important thing 是 vacuum，了洗臟一間洗臟板，了切掃塗粉，安款物件咯。伊無想講你物件想講擺掉，伊有叫貼好勢起來，伊無想講隻，伊because唔知係咩物件嘛，是。所以伊成日我物件幫刷時，用時扣一塔起來，所以就伊會就塗卡，伊會掃塗卡款的啦。好啊，袂歹啊。有咧是啥物？我無是解是有咧是，你手物件切塗粉嘅物件，伊是切迄個 expose 嘅 surface 嚟咋？對啊，我一對上面款嘅咯，都擺到我買橋咯。你看了，但是你要 monitor 了樣嘅。你咪叫啫，夾起來啲頭舊可能伊無動，伊無去刷去切。你塗卡係 magazine 就伊 magazine，你對嚟不講嘅話咯。US 嘅就是local 嘅啊，用 US local 嘅。Amigo，上單是 Amigo。這就是 Mexican 到。上加or South America 那種是，伊就是上加人嘅印尼咩嘅，可能 because 人愛做工。Maria 啦，人愛做工。Maria，人嘅 Maria 嚟啊。แล้ว伊人愛做工，แล้ว變做
伊嘛是较便宜工咯，成个人做平常你保證嘅人買做工係，伊人把路 immigrate 過來，還是伊嚟 illegal 冇有咯，當時是講 illegal 就冇驚當時對，驚講伊哋愛上嚟吹咯。路程 A 哈，到處當。冇情嘅。你係cleaning lady 被 complain 講你厝太清氣，冇愛來搞咯。冇啦，你厝清氣咩？你要 complain 啊？你識頭家人。我佢早時冇見那時我甲伊講，我叫來看，一個來看，因為house to clean，I don't know what to clean。我其實我係厝本是 ，I mean 冇勤考嘅嘛，我係厝是。แล้วรู้จักวังก็บอกกินนั่นล่ะฮะแล้ว出嚟บอก講成日只隻物件，你看咪是佢開掉，你可能就冇講只隻雜物件，所以應該是冇派住些缺少啦，應該是。特別我係講 there's nothing to vacuum your house 冇愛嚟做，所以冇做啊，自己個事做啊。那個影嘛，冇物件，即係精彩棒棒啫。誒，你有冇講到啲？我冇講到啲即係國家嘅事成人講做工人，我係記定到人哋我係爸甲我媽阮做工嘅嘛，所以我人都冇到厝，阿咪樣爸母個了都冇地嘛，所以一直都就被有啥人到洗衫，還是煮食，冇煮食是冇我媽家己煮。個佢那個冇啊，我是喂定咗我媽個，所以我意思成個講嚟搖頭卡咯，搖頭卡加搖糖啊，了加洗衫，定到冇 washing machine 嘅時都有人嚟洗衫咯。嗯。你試白搞下個冇 washing machine 嘅事係咪我會你細漢咪講點解冇 washing machine 嘛？我做嗰時請工人嚟講洗衫咋，我記過，有講叫 support 點解是我係一個我係過過，點到個件是一個我係過，變做所以我人 after 我過較大漢人都冇過啊嘛。แล้วตัวอีเช่นตัวตุ้ยไหนกับว่าลังเซซาเซซาชูยูโทคาเขาเนี่ยล่ะว่าสิว่าจีกับว่าโกอีช่างกันละเองก็ว่ามาจูกังว่าปาไม่จูกังมาโซอีว่ามาwhenว่ามาจูกังสิอี嚟ก่อกินาโล嚟成個 bus จับกินา bus 落嚟啊要煮好กินา食咯and then ยูโทคาเซโทคาฮะเนาะand then做下咯 until 我買對嚟咯要 leave 咯等我在我哥咧就派咯拍工人咯佢叫我知個來一睇嚟貓誒我咪講白這裡本啊攞有拉沙掉工人有人對咱講是有人有你工人是少有你是讓 already 有 problem 淡薄啦特別好你看到人對人工人成日對成 animal 嚟看了該看該坎坷那樣事啊特別人講這應該啊樣成啊少啊啥物物件特別你會加到你會驚嚇不到成日對樣成啊嘢看到啲工人成啊 slave 嚟去了你對可能個人對伊工人起哄起來時對你 baby 有問題啊是啊學到你 baby 係啦像我姊朋友就叫人看伊工人不是伊是這是工人說我姊朋友對伊工人好無好唔知啦但是咧伊工人甲伊講吼呀madam 啊今日你食好了你個所食好了所以一路奇怪，沙德里工人平常是只他出食嘅，沙德里伊講伊唔知，伊就收咗個電話，伊工人響講，特別聽講嘰哩嘰哩嘅，聽講上頓嘢全部佢變得嘩將話個不中嘅，真係是啊，一開門嚇，一驚嚇，白得薄便便嘅，佢先講，愛攞落去oven嘅。喲，你係驚落去oven嘅呀？
哟，嗰啲嘢啫。就呢個。所以 after that 我這邊咧，唔敢香港人。哟，我們驚死嘅。咁晚嗬，掂得一年我處 which is outstation 咧嗬，咁晚咧我處 at least。如果咁 miss 一年個情況。哟，恐怖。平常時港人無做只差，只無只。所以我只講你是唔是嫌你港人去只，未使嫌啊，同你港人，得鬼啊！唔知放到咩物件都喺南邊。baru做 employer 嘅勤可佢做工人，你個驚，但係你個驚就行，你個驚行。係咯，掉乜你是講攏掉 US 啊，掉 fine illegal 嘅啦，攏掉 fine 幾類。我唔知，我未曉呢。report 咗啦，你啦，有掉，嗱掉，嗱我成個 employer 有掉咩嘢嚇？應該有掉 ，I think 掉 fine 嘅。我唔知啦，冇咩講乜啊。I mean 講乜上面，佢就是唔是多出來人嘅講，佢就掉呢，佢就是成個人請人喺啲餐館啊、restaurant 啊，是得 factory 啊，成日可能啊。restaurant 對一個十幾千啊，好似 ringgit 啊，對一個十幾千。yang permis aneh aneh lu asik kong lu apply for household itu si tua household 做工嚟咗，你asik kong apply一邊使去 restaurant 嚟咗，因為成講yang去 check permit yang去 check 嘅 permit，這裡是 household 嘅喎，這裡是一個 restaurant 做工嘅，就掉咗咯，就 fine 咯。แล้วยังอู่เลยฮะเลยยังโจกังเตียวยังสีย่องเวียดนามมาละเวียดนามมาย่องยังจากที่ยังโจกังเตียว咯โจย่อง construction 咯แล้วยังอเมยังก่อหลักจำปังกังมาก่อหลักจำปังกังเหรอยังอเมยังดูที่พังโกปีที่ย่องโจ restaurant เนี่ย咯ย่องตัวเรียนอยู่แบบ employer ไปจะไฟเลย因為一般咪是 for construction 的嘛有的是請出來工人，伊主人不是開店的，伊是去做。對，反不會掉誒。你咪是解咯？你做工人，你做工早起做工碰過邊嘅時，咪咪一對出個就做出來工。點解你看你馬來西亞？我當時啦，因為每個嚇係咪嘅？squeeze 嘅搞搞，啦 ，squeeze 嘅搞搞掉咯。如果當今啊，馬來西亞成車人可能叫阿咪外勞，是話靠 foreign 嘅我哥啦，嚟做一邊 domestic 嘅工，還是 construction 係咪當今嘅人，佢就是係咪國嘅人？孟加拉，你話做蝦米工咯？不，一句來，一句聲來。嗨，嘿，你是裝？交流吧。哦，阿涵 ，hello。Good morning。阿涵，我聽到這句聲，這都唔是這個，我只查某嘅聲，我唔捌咧。這邊7:3。哇，我感覺往 record 就等我感覺。是做咩事 ？Because 係 ghost episode 啊 ，ghost episode no episode 嘛。哦，OK，嚟，對講工人，我只叫笨仔，我甲你講事。喲，嚇講，等陣，我俾你講先，我俾佢幫住啫。笨仔是伊昂，是啦，你昂啊？菲律賓嘛？是啦，就是啦。我啊，我想，自己人食菲律賓打波做咩？冇啊！你知伊安怎講我？伊教因我嘅事啊！伊講我是第一成功嘅菲律賓人啊！我娶到一個馬來亞人，教我寫話，我怕死啊！隨款去啊？隨款哦！唉，真啊歹！了解菲律賓教因未使離婚啊！伊人袂使離婚，莫講啊！伊會講響真啊高啊！伊會講到有一個，伊有一個外媽咯。了，伊會講來到這邊講，我甲你離婚。了，伊去娶嫁一個來媽，互伊，互我嘅翁。了哈，迄第二個來媽響，真啊水，真啊高，真啊蝦米了。
我甲伊拍拖嘅時，伊甲我講伊要攞嚟來嘛，我就講哦 ，OK，不要緊，我人當人想嘛，一個說伊啊，蝦米啊，不要緊咯。然後迄日舊年啊，伊嘅第二個阿媽嘅生日啊，我去看嘅時啊，哎喲，我知了，親戚阿媽安怎輸啊，我知我明白啊，我當作袂怪伊會講啊。然後伊真啊，所以80歲哈，直直懸懸，真甲水水，蝦米不會曉講嘅哦，因為伊嘅第二個來嘛是banker 來嘛，了伊真啊搞咯，了迄日啊，伊人 Christmas 啊，攞嚟來嘛，甲伊人食飯啊，哇，落爽啊，伊會講啊，哈哈哈哈哈，點解啦？趣味㗎，菲律賓人袂使離婚，特別會使傳落橋。哦，是啊，無啦，伊啲菲律賓也未離婚個，特別這邊離婚了咯，安尼款啊。哦，it's dual citizenship 啦。啊，上個我啲馬來亞 Miss Key 個，我也未註冊過迄邊。哦。誒，你搞伊呢哦？我唔知Australia 安怎啊？你在是 Malaysia Embassy register 咯，if 你冇 register 啊，唔知幾年啊，你就 forfeit 咯。是咩？美國就你看咯 ，US 就你看咯。Australia 冇喎，我 research 了。啊，你 I make sure 啊，Malaysia 我小 friend 啊，伊成驚啊，伊講哎喲死啊 Malaysia 我未 register as 搞英個哦，伊是 Malaysia Embassy 做事啊，就 forfeit 咯 ，Malaysia Embassy 做伊。Malaysia Embassy forfeit 啊。是啊。forfeit 咩意思？伊我講一下。我講伊 because 伊搞英到美國啊，伊無 register， 伊無去 Malaysia Embassy register as 搞英。哦。幾年啊？未見，唔知是過一年2年something like that。了解啦，我驚啦嘛，成驚冇辦法嘛。我要 end 我對處嘛，了解我對處做。你面對 Malaysia 做誒，到 Australia 就對 Malaysia Embassy 唔到 Malaysia 會使做誒，冇到 Australia Malaysia Embassy 會使做誒。哦，我看。阿漢路港人告訴我。哦，我有一個工人是 normal 嘅，了 one of 我嘅工人嚇，伊教我做一禮拜呢，了 OK 咯，唔要緊咯，了做，伊上加快，伊上加拍板要緊嘅人啊，頭毛翹淡薄，烏淡薄嘅，了了伊。真啊細漢，迄時我10幾歲呢，我看13、14歲呢，了我看伊18、19歲呢，了伊就真啊細隻，了伊唔知做咩事，伊真啊上甲蝦米本袂曉嘅喎，了上甲淡仔時間上甲淡仔係你講佢哋見仔10歲呢咯，做工。只有真仔啦，迄時了有一日啊嘛，我嘅媽咪就哭啊，咪講哥，哥哥不見了，伊講啊，做咩事？了伊真仔搞哦，我有啲我係厝阿攬嘅嘛，迄時真仔興阿攬嘅嘛，曉，伊去加我後背妹嘅阿攬嘅線，互伊免彈。哦。了伊就啲後背妹跳出去咯。了，唔知做咩事，我人就啷，我係搭晚屋企吹波，我人就啷過嚟書房啊。了，伊啲13區迄邊嘅 bus stop 等了喎，我諗做咩事家啲迄邊嘅，我就掠一堆去咯。了，原來是迄款syndicate 嘅人啊，伊早就甲伊人夾了啊。就愛講來一禮拜了，伊就走了，伊就做家己。哦，是咯。了，愛吹伊家己嘅工啦，伊 dream 啦。啊，是咯。了，伊就看到我人嘅車，伊就愛逼你弄到迄個 monsoon drain 內邊咯。我人就看到伊了啊，了伊講不要緊啊，伊就講對啊。伊講whatever 啦 ，give up 啦。唔係講啊，另外嘅人逃走咧，你 syndicate 咧，個了是883啊，你做嘅。哦。有
即係古早阿妹，你就能印度阿妹啊，即係咧有迄個 illegal 做嘅啊，我古早大邊有誒阿婆咪三間，甚至3點4陣聽到人喊啊，啲聽誒，嗰了你人做嘅，可憐大，1點厝我頭先冇開門，阿妹冇開呢，7點阿妹開門嘅，嗰了你dream come true 啊 ，become prostitute 就成啦，佢講anh cho con là yang chụp bè nữa họ đi bộ sang lúc tối ấy có lúc tỏ với thằng cả so ở kitchen này kia even though lúc pop bè à quỳ trên cúp bè cái đó à lúc cho bộ họ lúc khoan lúc con so yang cái càng lắm喺頭早講嘢開嗎？但係有時唔是講乜樣 desperate 東西。是，哦，是因為你安尼款做，你有一個 visa 來去外國哦。即係香港嗬，馬來西亞上嘅 training ground for 港人嘅你看，所以佢哋 experience 去香港啊、新加坡啊。哦。特別啊，香港嘅班妹啊，嘛是無應貴。是那慘嘅啊！伊人啲邊山地啊，伊人香港啊，新加坡啊。香港嘅咧，我看香港嘅頭家啦，佢較 demanding 嘅話。哦，香港嘅唔是講禮拜免做工嘅咩？免做工，特別伊人啲一個區內面啊，伊人後面本未做，伊人坐啲迄款。叫下底迄個安尼款呢？piknik啊，piknik 哦。哦，因為講是貴數啊 ，expensive 人都未做幫行啊。啊，唔知啊，但我看過 article 是安尼款啊。我知是講，我古早就我知小嘅工人咧，就講伊唔會走嘛，唔會伊係 before 伊去咧另外厝人嗬，伊係去香港嘅，伊學個咧跟當話啫喎。哦。希望去香港 ，because 伊講咧香港較有 freedom， 會使帶囡仔行坐 MRT， 家己 independent， 帶囡仔去school 啊，接囡仔嘅話，伊個愛。伊小個上班嗬，伊頭學車，用我自車，換我自車啫喎。我自嘅厝頭前迄個 Porsche pillar 嗬，好long筆嘅。喲。你講伊小，那我只會10幾年我講，我只我係看哪個車到對啊？車到對咯。哦。因為伊愛去香港，特別伊去去另外厝，但係只咖喱伊講 ，Madam saya tak boleh tahan, saya orang Cina tapi isi Indonesia 嚟。哦，我個一個工人個伊是小嘅，有一日我人對去清明嗬，一對來了啊，伊甲伊。到處念嘅迄個時候，伊講愛巴力啦，叭，甲伊個時候因講話，我人做咩事安尼款嘅？特別伊是，我看伊是真啊小了伊個厝啦。細漢嘅時候，我以為即係較小嘅。特別啊，菲律賓人嗬，大埔啊是無做工嘅，伊人會整來都知哦，真啊驚人嘅啊。哦。國人嘛是啥？Vietnamese。那無全世界嘅菲律賓查某佇做工，你無看到菲律賓查甫佇做工嘅。我迄叫會翁嗬，會爸嗬，50幾歲就退休了咯。我互伊個媽做爾，可憐大。了啊，就是做咩啦，係啦。是咯，了我即叫嚟講。你安尼搞下，你3個 degree 下，我等你生囝了下，你生了囝了，我就做 house husband 好你。我講你買啊，我只得見啊。你講你即係你就特別你剪嘅嘢都別使啊。是啦，別使啊。特別我冇介意安尼款講啦，我講馬拉會使安尼款嚇。馬來西一個打波，一個爸賣做工。伊講無啊，我真係 feminist 嘅，我相信你會使嘅。無，那是伊國家咪是使別咩？你那是你出去做工，賺累對嚟咧，伊到出個國家個律師頭卡是超咪 OK 嗎？我攞你朋友打波是本是做 full time 班啊。是啦，特別都愛笑哦，伊人是有錢嘅哦，伊人有 program 安怎做嘅哦。
我真係驚你大家嘅把咯，阿你看家己嘅把，家己嘅歌啊，阿你看啊，我未啊，把啦會啦，伊我未。是講啊，你 Indonesia 大波啊，本是上嘅喎，我是感覺我點感覺啊，伊本是人嘅安個，本是大 Indonesia 喎，你人嘅查某個佬出來做工，你夾雷對下。哦，嚇對，加姐，夾雷啲嘢起厝啊，咁咯。喂，查某哦，我想你講印尼嘅查某港來整起厝咧，鋼條嘅做。冇啊，有啊，真係啊，鋼條冇查某嘅啊。有。我但是有看到啊，咁咯，是講最近啊，正嘅 trend 是個即是 Vietnamese 真濟。哦 ，Vietnamese Indonesian 感覺，我是感覺冇比古早嘅濟啊。而且冇錄到 Vietnamese 真濟，因為 Vietnamese 啊，restaurant 嘅嘛 ，restaurant 啊，主要。不，yang restaurant 哈，就suka請 Vietnamese，因為 Vietnamese 白嘛，白啦 ，Vietnamese 有啲以後講華語嘅，然後 yang mata 個 bonus 個，像 yang 嘅 mata，個 bonus 個差亂咯，以後講有啲以後講華語嘅，yang 講啊成正本嘅啊，對，有講 Cantonese 係唔知？有主人嘛。Vietnamese 是唔是 Malaysia 嘅 Indonesia 嘅港人嗬？是去嘅了，我唔知聽是講，我只冇聽港人說，伊講港人 Malaysia 講我講就係issue 人一個 cell phone 啊，something like that。港人嘅 cell phone 是真係危險嘅事嚟，知哦。冇啦，嗰兩個都冇嘢啊。OK 啦 ，on a human rights standpoint，未使按你款講啦。特別嚇，我覺得嚇，我第一後尾嘅工人嚇，伊就是特登接攞我嘅電話嚟拍號，唔知蝦米人。了，我個電話啲 master bedroom 裏邊啊，特別伊有本事偷我嘅鎖匙哦。了我特登接問話個媽咪拖 credit 嚟累啊，佢哋冇 postpaid plan 嘅嘛。了我媽咪，我冇 credit 了，做咩事？我冇攞架俾號luôn呀。然後我去 check 啊，我嘅 call 裏邊啊，有隻真長嘅 number， 迄款人袂曉 plus country code 來是0011蝦米啊 ，international code 啦，了我就知伊啲用我人嘅電話拍電話咯。哦。因為嗰啲囡仔去讀冊袂使夾電話嘛。แล้ว我去讀冊，行多處要有個電話嚟用咯。แล้ว迄時我係小弟個真係細漢個啊，แล้ว哎呀，是啊，安尼款啊，唔知啊，แล้ว就唔知你無佇厝嘅時，你會安怎做 camera 咯 CCTV。我 sister 是買伊個工人，古早是如果係卡進厝嘅嘛，用買風卡咯，用出來電話咯，風卡。也冇樣，但是拍對不拍人接入嘅，嗱你講咯，韓講。無，你人有記到，你講工人偷食嘅咯，唔是講買互伊食，特別伊暑假偷食嘅咯。即係唔係偷食，嗰是 sexual 偷食。食。我哋媽啊，有一個工人嚇，伊唔知做咩事，伊暑假燒味咯啊！伊摕啲一 plastic 安尼款下一個 spoon 摕啲 bag 內面摕啲伊個房間嚇，燒啲伊個床下底安尼款嘅喎。我都唔是無互伊食。伊做咩事愛安尼款？Maybe 伊頂到嘅時，伊就出來做工嘅時，伊頂到是無通食嘛，所以變做伊 nature， 伊不是伊 natural instinct 就是係驚講無通食，所以偷燒人。唔知啊，แล้ว我人伊走嘅時候去 clear 伊個房間啊，哇！啲街口嘅人5個囡仔3個大人嚇，做2日啊，伊個房間夠力。哦，伊就燒迄款物件，吸啊！哎喲，咁樣燒就係你
係宣布嘅罐裏邊啊。哦，宣布罐係出去過嘅過裏邊練啊，你出去過洗清氣啊，邊裏邊。哦厲害咧。，survival 是啊，之前講嘅靠唔見真厲害。而家是個 normally domestic 嘅工人做出來，多live in 嘅。錄出來是嘢主人頭嘅，所以就check 你病，你幫你成個 OK，等你對係 A 嘅嘛。哦呀，你睇，我是都這樣做啦，沒水冇唔驚。但我是都有一個比較做隻堅愛走落地愛走嘅，靠唔驚咁咯。所以出去過入邊 find out 咯。如果大好嘅師傅有讀 news 所樣。在樣少很正，你話在頭啦，在樣你嗰住你係我嗰陣做 construction 公司 contractor 公司，即係幫㗎啦，樣大到有鐳嘛，不過鐳嘛嗬，in order to 買好馬達插亂啲啦，佢第樣係鐳燒到多樣，佢吹坑，真係哎呦，應該馬達大家雜樣嗬，係鐳㗎。yang Bangla ha yang mata sak yang ha si mesti ID mata mesti ai lai report si lai ai lai lui ni start 你會嘅睇lui 即係你馬達哈就水I mean 你看你馬達就水因為啊你說你yang過來做過來整馬時做工啦已經是只 call 了樣計彈掉可能你一個俾佢睇樣lui 嗬真係慘呀！我在這裏唔驚 because 我係 employer 坐一個 hospital because 佢哋家出來卡衝。哦，哎呦，慘哦！我係爸嗰啲是做佢看做 dam 嘅啊，做hydroelectric 嘅 dam 嘅啊，然後佢車真濟萬家來咯 ，legal 嘅本有 ，illegal 嘅本有 ，refugee 嘅本有啦，然後。伊講啊，伊人哈三四個人哈，安怎食哦，無類食啊，三四個人做一碗飯啊，一煲飯，然後攪麥米嘅湯。喲，真啊可憐大啊，伊人。因 illegal 嗬 ，normally owner 係construction 咧嗬，因無為大，因做 construction 有嘅。所以大係你叫咩啊 ？Zinc 啊 ，M 班啊，大咩啊？大咯，有嘅是 Indonesian 咯，有嘅是Pakistani 咯，有嘅是Bangla。Bangla 是 Bangladeshi 啊，是 Bangladeshi。哦。有嘅是咩？แล้วยังใน industry 上面開始是 construction。แล้วก็จะบอกตัว domestic กัน出來กันแล้วก็บางมี restaurant 係咪有啦，有兩個迄個國拜本有國拜哦ปั๊มoil security guard 呢 security guard 有乜啊 security guard 哎呦有嘅 Bangladesh 嘅 security guard 真啊 handsome 係咯我知啊哎呦！哎不，嗰次你有一隻 handsome 係咪 Nepal？Nepal？ Yeah！ 哎呦！Nepal 不簡單。我係買大媽呢，迄個格啦有死啊！哇，做咩會使做 Bollywood 嘅？安尼可憐大做格，哎呦！好啦。講啊，我但是啊，因為舊咗嗬，我看到但是啊，因為Nepal啊。因但是有時個都行路時手牽手嘅。對。是。對，伊人對，我會記我。是咯，伊人是你在成個人嘅人靠咗嚟講，你看到哪裡查某啊朋友啊，就在行牽手出去嚇。人無咪 rasa 嘛，特別你看到哪查某牽手，你係奇怪嘛。So Nepalese 加Bangladeshi 乜事你看到喎？有時 societal norm 你看啊，有成個人你看 OK 啊？冇驚。冇啊！特別我人查某牽手，我人無十嚟手仔做一個喎。
了下中國嘅查某下，伊人是十里卡就做一季哦。有一擺啊，我來讀冊嘅時啊，我這邊嘅 best friend 是一叫中國嘅查某嘛。伊安尼佢看我就做咩事？我好唔會啦。你係笑我看啊？十里，安尼哦，是，安尼我就OK， 不要緊我就安尼看咯。了下真啊，中國人下伊啊，若是。查某 A 甲查某 B 是 best friend 嘅哦，查某 A 嗰一個查某朋友啊，伊有三叫，你看牽手嘅喎。哦。三叫，但係你伊嘅 boyfriend 牽你手啊？哎呦，趣味㗎！我查某 A 就夾掉伊嘅 best friend 甲伊嘅查某朋友就你看那三叫牽手咯。好蝕啦！Melbourne 嚟攞安尼 narrow 都三叫人安尼款，當住個地球轉啊！誒，你到底Australia 誒甲外國嘅工人請來是有外國工人哦，是 foreign workers 哦。我是我。typical 啊 foreign workers 成日較labor 嘅工嘅，啊是 Australian 㗎了，人家己做㗎了，啊你。人家己做誒。伊啦，上屆路迄邊啦，係哦，家己人做，伊個有累過路啊，伊個 construction 嘅啊，啥物啊？我這邊有喏，我這有無上文，我這有些樣些個 contractor construction 嘅 worker 係，伊揸住成個就 legal 個啦，伊個咧3 hours 個 union 係咪物件咧是一排啦。Then 如果 on top of that，如果有咧辦嘢咧 labor，你即是 illegal 嘅啊，成日到啲咧 Home Depot 入邊啊係等啊，然後咪係咪買咩物件啊，後你買 contractor，伊對 contractor 上請咯，然後佢。yang jadi aku ni live tapi di Australia pun ni problem. 中國人。哦，中國人。我朋友本是都喺邊跳飛機嘛，所以啊，แล้ว伊本是做 construction 咯，แล้ว中國人真少，แล้วbut人講唔知我聽伊講做工真變啊，真 aggressive 喎，真咩喎，因為 construction。也 progress 啊，真咩哦！哎呦，這邊落濟個中國嘅 construction 啊，幾季就起一個大樓，真係驚人嘅。按照 safe 喎。了就是講中國人是伊是中國because 這邊美國係中國人來搞政嘅人啊，佢就是真好嘅美國人。I mean， 中國人，冇中國人愛來美國啦，應該發都會做啦。哈哈，了特別到啲 Australia 去咧是跳飛機嘅人啊，係咪？真係跳飛機嘅。跳飛機是冇累啦，唔是想一邊來正樣來Mercedes先看呢。了我人。我有一個 service 啦，啲 Melbourne 啊，伊叫 Melbourne 送餐啊，我唔知伊紅毛名叫啥物，因為伊紅毛名大隻換。然後伊人是嘅，伊人騙伊人來嘅咯，伊人講是 working holiday 啊，你做兩年啦，你就有通有 work visa， 你有 work visa 兩年啦，你夾到 PR， 啥物，要騙迄款少年家仔來咯。真啊慘真啊拼誒，上屆我人會工人看 indentured labour 你知哦，伊人就舉到個 passport 買行路啦，啥物啦，就運動愛做伊人會工嘅，真啊可憐大嘅。我有你是嘅，你 student visa 過來嘅。啊，就 pass 嘅。apply student visa。嚇，了大頭做工啊。嚟就做。成日聽到跳飛機日本啊，就這人我是去。伊是講問路哈，新加坡啦，我等住就去是，因為我感覺真係中國人本咯。是啦，真濟年啦，新加坡。新加坡啊，本是咩咪成個 illegal 啊 ？illegal。我等住到去讀這巴士時，我是讀咗一個 cleaner 咯 ，company 嘅 cleaner，part time cleaner 咯。somehow like mate 你講啦，伊是去 cleaner 啲 company 嘅 toilet 啊，啲 office 啊，咁樣咯。
中國人啦，接 Malaysia 都冇啦，Malaysia 嘅這是Vietnamese Indonesian 啦，Nepal 啦，Nepal 人啦。你那是講啊，學你嚟講啊，人是算好名嘛。但是講你 situation 啊，你要做咩工咧？咁啊，成日你要去上跳飛機啊，去做上 low cost labor，還是你咁啊要做咩工？我今日咪去，你好名人啊，這是好名人嘅 answer。你是真 desperate 是你要做咩？我唔知，我冇想過。你當去想？我過來做 restaurant。做 restaurant 啊？是啊。我就是想講，那是我要做 construction，我未哦。我想女家，我未做 construction。John，你 construction 啊，你睇 train 咗你 body 啊。啊，調本啦嗬。咁樣一粒嘅。哦。你看啊 ，construction 你咁樣一粒。你拍節哦，喲，我陪聽。哎呀，特別就是講我 desperate 嚟講冇法啊。就講我咁問條做你 domestic 嘅工喎，四頭卡咩？做白啦。啊，拍啦係使啊，然後做假如但係假如虧你就係你咪招。哎呦，特別係我咁樣做成四頭卡過出去外口 construction 一頭，然後我想問你先去拍節拍緊啲工課。哇！只期咧，愛淡啊，只垃圾啊，都留佢成個咩事啊？佢叫我去叫。係哦，佩服我嘅人啊，那是伊人拍掉，伊人會變蝦米色哦？白色。冇藍本拿色。哦呀，就是我佩服我嘅人拍住一變白白去啊！啊，是啊，我一個惠州嘅朋友，我去人教會嘅時候，哎呀，我掉。我掉本啊！講我馬拉可能，一看真係是藍本拿色嘅。佢講整啊！講嚇咩？哇！真係是藍本拿色。你個唔是你皮膚我唔是佢卡用燒到一頭。唔知啊！伊邊藍本拿色去啊！我家己看到。有時我就不得有啊，即係我有行，但係我個隻啊，行但係都冇嚟，我就一隻苗。唔知。苗咩下你？三樣。哦，我是抓時哦，抓時哦。落啊不多嘅行嚟嘅。你小心你會卡脆等陣。Malaysia 出一個新嘅啊。哦耶。哦 7-11嘅曉。Ghost Pepper 嘅。哦 I try。真啊熱嘅 try 過。我一啲隻 flavour 了咧。係你 Ghost Pepper 我用一點鐘啊，一點鐘嘅食了。哎呀！喲，你食啊個食，我是食是你食好食還是我食？特別係你冇講真正落啦，特別伊落嘅話 normally order 嘅物件啦，係你面啊，同埋我食是講個食個會落，是講博多放晒嘅時候對行啊。博多放晒。古靈啦，那隻。我做過冇古靈。我做個 background 安尼水啊！等陣。哦。唔知地幾間冇嘢你。呀，等陣，我個冇上嘅，看下。哇 ！Right 啊！哎呦，老水。個冇上下咧，看。哇！這是邊個學嘅你看？First 我成日都係係部 green screen 啊，所以成個Weather Channel 啦。哦，當見 weather 啊，當見。Yes, buddy。我要唔起來亂玩，那小姑啊，就整。你係？後面學晒話。Yes, buddy. Why don't you stay there？有人請 foreign 嘅worker 做 gardening 啊。有啊，我係做有啊，孟加拉來嘅啊，然後我係爸教我講啊，一隻 Uber 來啊。做咩事未使食 Uber？ 孟加拉當時愛卡卡車是搭摩多嘅咩嚇？做咩事阿啲番笑？佢講冇啊，咁你一隻 Uber， 伊被接笑。意思嘛，個好面嘛，笑好面了佢講。
我係一個伊bedridden 就久啊，所以就有伊出來嘛是請一個工人來解講咯。迄個工人是菲律賓佬來啦，特別伊是頂到到菲律賓是 nurse 嚟咗，所以伊講 educated 嘅啥代志，就伊做啦，伊物件伊有看報紙啊，咩啊。是啊是啊，特別伊真好咯，我聽人講啦，我以前只個我係個調了，伊無啥亂來啦，總之伊成啊，我唔知價錢上做，特別伊唔是係 typical 啦，你就係 problematic 嘅工人咯。菲律賓人較無安尼嘅 problem，因為伊人較阿莫切。嚇，阿莫切較無 problem 咩？伊 quality 好淡薄，就是因為安尼看伊個邊人真啊貴，若是愛請工人啦。了伊人無像甲印尼人安會 problem 啦，因為伊人較有讀冊，較知，較educated 嚇。蝦米物件會就蝦米物件白做安尼款咯。就是安尼款菲律賓人佫較貴，就是安尼款咯。Ouch, boy, ouch. 我看到。你夾真夾啊！你真夾上尖就來啊！吐啊個只。喂，背脊。Oh my god! Did you fart? 發到嘅超誒。點解係幫配啊？幫配。唔知真係俾即嚿幫配，隻巴真係困咧少，哇！依配臭。有聲哦，人幫配。安尼講。I think 你幫你篩出來下，你頭先幫篩出來下，臭味我味掉。Okay, oh my god！我覺得笑打啊！嗱，你話 Oh my god！你幫篩出來。就冇 body training 啊。唔是 body training，用是伊特咪極嘅呢。哎呀，我不企，bye。我被 kiss 死啊！是打。Boy, you put one daddy. Oh, so stinky, buddy. Oh my god. Okay, 小打個係呢塊質嘅啦。Okay，冇嘥嘅事咧，我嚟講。Okay，拜拜。我特別嘅邊咧是阿涵啦，我啲唔是阿涵即係別使講四百九加夾小，不隻小。Okay，bye。呢塊質嚇。拜。豬，拜。飛機碰拍，會咁快冇嚟喎？冇嚟。大媽走嘢啊，冇嚟就，大媽走嘢啊，走嘢啊。OK，拜拜，拜拜，拜。